大家好，我是一拜为期一拜。从以前到现在，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可以过母亲节，一直到现在，我的小孩子大概9岁了，一直对于母亲节这3个字还是都没有什么太真实的感觉。可是，自从自己当妈妈了之后啊，因为我生了一个女儿，她是双鱼座的，是一个非常浪漫然后贴心的女生，所以在很多的时候，她给我很多的力量，很多的应该是说，在每一次很多事情不如意的时候，她都会给我很多的好的感觉。所以我刚刚就说她是一个很贴心的女孩，所以每次一有假日或者是什么，她其实都会偷偷写信给我。那其实我觉得不设定是在母亲节，我觉得最感动的是，她其实自己都会写一小张小张的那个很可爱的纸张，她都会写她的感觉在里面。那有时候会生气，会写一些比较生气的，妈妈，我今天生气了，因为怎么样？那可是她每一次不管做什么写什么，她都会后面都会写说，妈妈我爱你，我永远支持你，我是爱你的哦。她有时候不会写的，那个时候小时候不会写的，她都用笔画。画爱心，画很多的花，很多的星星。他就说我是他心里面最大的星星。那我在专辑里面呢，有一首歌是我的小孩，然后里面不见得是有讲到小朋友的互动，但是这一次拍宣传照的时候，我有带我的小朋友入镜，把它放在那个我的歌词本里面。那大家可以看，我跟小朋友其实我们之间的互动，他有点害羞，然后妈妈其实跟朋友一样，我们2个，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女孩。